各位觀眾，想睇最新節目，請撳呢個鐘訂閱工聯熱話 YouTube 頻道啦。各位觀眾，歡迎收睇新一集工聯熱話。香港建造業文職管理及專業人員協會咧，係一個專為香港建造業內一啲文職人員啦、管理以及咧專業人員咧而成立嘅協會。主要就係促進會員嘅專業發展啦，以及提高建造業嘅專業水平㗎。咁啱啱咧理事會亦都順利產生新一屆嘅理事會啦。所以今集工聯熱話咧就請嚟工會嘅主席唐浩維係啦，以及咧就係會務主任簡偉傑嘅係啦，一齊咧去傾下呢一間工會究竟係有啲會員嘅組成啦，同埋呢一個嘅工會嘅背景嘅係啦，先問下主席Howard先，可唔可以咧簡單咧介紹下個工會咧嘅其實一啲組成部分啦，或者係個點解會成立咁樣咧？我哋建造業文職及管理及專業人員協會咧，其實就2010年成立嘅。咁至今係第6屆啦。啱啱頭先阿成都講，我哋換咗屆。呢6屆以嚟就主要嘅成分都係為咗要團結翻一班我哋建造業嘅文職同埋好多專業嘅人士嘅招聘在裏邊，同埋啲管理人員一齊去成立工會。當初嘅目的咧，都係為咗想吸納呢班人士嘅。其實裏面即係統稱咧就係叫文職啦，有管理人員啦。其實具體有冇話個業界有邊啲嘅職位咧，就係歸納喺個工會嗰度？哇，其實都真係好多。如果你話講建造界嘅文職人員，包括有啲管理監督嘅。管理監督就係啲例如啲每個地盤嘅項目經理啊，佢哋一啲管工啊，其實管工都係一個文職嚟嘅，因為佢又要管理一個地盤，又要做啲文件嘅嘢，跟住就有啲我哋俗稱嘅啲安全主任，佢哋都係啲文職嘅人員。呢種其中一樣啦，就係屬於管理嘅。另外一種咧就係啲技術性嘅，技術性就係包括一啲工程師啊、測量師啊、建築師啊嗰班咧，甚至乎我哋而家最新嗰啲咧。大家都聽到啲 BIM 嗰啲信息模擬嗰啲都係啲文職人員嚟㗎。仲有啲最後咁講，點解我哋一個文職人員工會咧？就係我哋有啲後勤嘅部門，例如啲普通文員啦、地盤嘅文員啦、地盤嘅會計啊、地盤嘅人事管理嘅嘅人員啊，都係屬於歸納到我哋嘅呢個工種裏邊。即係變咗，其實就由即係最主要可以話有一啲嘅屬於係後勤嘅。即係有啲係管理，即係成個可能一啲地盤啊，或者係一啲工程啊嘅一啲項目嘅人士，以至到就係即係叫做可能喺前線裏面去做一啲管工嘅一啲做即係工作，但係咧嗰啲係屬於係文職係即係類別嘅一啲工友，就係都係屬於。管理啦，同埋專業嘅。係啊，因為我哋建造總工會咧，就冇一個，即係佢就分啲比較特別嘅工種先係組成工會嘅，例如油漆，例如泥水。我哋發覺就嗰陣時成立嘅目的就係冇一個好特定嘅工會可以去容納呢班我哋文職嘅人員。咁就不如我哋就集合7-8個我哋有志之士想去成立個工會，就一齊包括我哋而家建造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一齊就成立咗呢個工會出嚟，去吸納呢班我哋所有會員翻嚟，去壯大我哋呢個文職嘅工會。想問下會務主任Rick先，其實工會佢過去咧，即係有冇話協助嗰啲會員咧做過一啲嘅服務啊，又或者係權益嘅工作咁樣啊？其實文職你話欠薪嗰啲咧就比較少啲嘅，咁當然啦，就即係個別可能同公司有拗撬咧，其實都會同翻我哋工會幫手啦。咁我哋都係建造業總工會嘅下工會，咁即係總會嗰邊咧都有好多呢方面嘅支持俾佢哋嘅。係啦，我哋文職咧最主要就係做多啲嘅活動啦，同埋團結一班即係文職係為專業人員嘅工友啦，喺一齊啦，可以即係俾多啲嘅做多啲活動啦，團結佢哋一齊啦，同埋俾佢哋可能我哋會舉辦一啲嘅講座啊，俾一啲交流啊，行業資訊啊，亦都咧帶佢哋
去參觀啊，了解多啲呢個行業啊，同埋有陣時咧我哋會舉辦一啲即係國內嘅參觀團，等佢哋咧就開闊啲眼界，知道咧我哋而家即係國內最新嘅發展咁樣樣。過去咧，即係頭先講有好多唔同種類等佢認識行業啊，或者加深嗰個知識啦。咁啊，其實有冇啲例子或者係過去舉辦嘅一啲較為即係都好受歡迎嘅一啲活動咧，都可以介紹下。其實我哋即係上年啦，咁我哋去參觀一啲國內嘅工廠啦，咁發現咧國內嗰個科技咧都發展得好快，例如佢嘅低空經濟啊，嗰啲無人機啊，係可以坐人嘅無人機啊，就係送外賣。當年咧香港係即係未有嘅，咁呢啲都係令到我哋啲會員咧開咗好多眼界。咁同埋我哋都同國內嘅即係唔同嘅建造行業嘅工會啦，都有啲交流啦。咁佢哋有啲新嘅管理方法或者新嘅管理嘅系統啊，咁亦都可以咧俾我哋個會員咧認識到，咁都大家都知道咧，原來即係國內而家嗰個水平咧提高得好快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即係要跟上啦，同埋睇下我哋兩地有咩可以機會，我哋又可以交流我哋嘅知識俾佢哋，佢哋嘅知識又可以交流俾我哋，係啦，信息嘅交流都好重要啊，因為就大家互相可以進步或者係參考借鑑啊咁樣咯。係啊，咁我哋行業裏邊咧，香港好多時咧就慣性用英文，咁啊佢哋國內自然係用中文啦，咁所以咧兩地交流嘅時候咧，就兩地嗰個名詞啊，或者嗰個科技嘅嗰個點樣去交流啊、融合啊，亦都大家都互相學習咗好多。咁啊，Howard 主席可唔可以譬如嗱，我係一個新人嘅話，我要入行啦，因為範疇就好闊啦，因為有文職有管理人員，咁其實容唔容易嘅咧入行？入行就其實唔難嘅，係最主要我哋讀到書又得㗎，唔好話讀到書嘅，其實每個行業都有個階梯，包括建造業。我哋建造業好多階梯就係有好多甚至冇經驗入嚟嘅人，佢哋可以考一啲技術性嘅課程先，例如啲每一個泥水啊，或者一啲油漆嘅技術性課程，考咗個技術證牌咧，通常咧佢哋做咗幾年咧，就會向文職呢方面去發展，就通過去頭先你所講啊進修啊，去讀書啊，咁咧就而去晉升去呢啲例如管工，例如啲項目經理嘅情況，或者甚至乎佢哋都話如果佢哋想多啲技術性嘅，就向工程師嗰方面發展啦；想管理嗰邊多啲嘅，就會向呢啲項目經理嗰邊發展。所以其實唔難入行嘅，完全係可以由低做起。當然，如果你話有一班有讀書有即係讀咗啲高級文憑啊，或者讀咗學位嘅，佢哋行咗個捷徑啫。但係其實最終大家嘅路一樣，唔係話真係好難入嘅。建造業行就隨時歡迎一啲冇經驗人士去慢慢去發展。其實我以前咧個認知咧就覺得，係咪讀完VTC 啊，即係嗰啲職業訓練局嗰啲嘅課程咧，就已經可以因為佢都係同建造業係好直接嘅一個關係啊嘛，掛鈎。咁啊係咪讀完嗰啲嘅就已經可以入行啦？咁啊定係其實而家亦都有好多Ivy 嘅一啲學院，咁啊裡面亦都有啲相關嘅一啲課程係都可以係直接入行嘅咧？兩種都有。首先你講嗰個途徑咧，就係讀書一定係其中一個途徑啦。Ivy 同埋 VTC 係其中一個途徑。因為而家我哋就基本上由 VTC 亦都有建造學院嗰邊，香港建造院就係建造議會樓下嘅一個學院。我哋專門俾一個學院，我哋去培訓呢一班未來嘅建造界嘅接班人啊。咁另外咁大學都有好多唔同嘅工程科咧，係俾呢一班新入嚟考，即係如果有能力，佢就讀咗書之後就出嚟行一啲某啲嘅培訓嘅課程。因為 VTC 咧，就通常會資助一班剛畢業出嚟嘅畢業生，有啲資助，咁就令到佢去某間公司去做2年嘅培訓，我哋簡稱叫做 A 計劃，係啦，工程師嘅 A 計劃。佢哋咧就會喺呢2年培訓之後咧，就有2年嘅實習經驗咧，就可以成為呢個工程師嘅，係啦。所以係兩種唔同途徑，只不過佢哋行嘅途徑有人行啲技術性先，之後再讀翻呢一方面。有啲如果讀咗學位嗰啲就直接行嗰個 A 計劃，係啦。好，咁啊問下阿 Rick 先，咁啊因為即係頭先主席就講咗入行其實都容易喎，但係揾幾錢先最緊要啊嘛。其實而家建造業嗰個人工都唔係好差㗎，就算係地盤科文啊，咁都萬幾蚊起跳嘅，接近2萬。咁如果一啲大學生出嚟咧，基本上都係萬尾啦，就可能
甚至乎高過2萬添㗎啦。係啊，咁所以建造業嗰個前景其實都唔錯㗎。哦，都唔錯喎。咁啊，即係有而家即係基本生活都叫都 OK 啦。如果係香港地嚟講，係啊。咁啊，最後都想問下主席嗱呢成個即係工會啦，咁啊喺文職啊、專業嘅等等啦，其實有冇邊啲嘅一啲政策咧，都希望政府可以落水多啲嘅？哇，其實我哋工會啦，一直都會提倡一啲對專業嘅發展，呢個真係好緊要，因為我哋文職及管理人員專業啦，咁而家建造界咧、建造業都係推向呢個專業發展啦，包括你技術性嘅專業同埋文職上嘅專業都係呢個一定要幫多啲我哋去發展，尤其是推向大灣區，同大灣區接洽，因為而家香港嘅工程其實都基本上都等於有一個把握。如果可以同內地多啲接洽，有一個灣區嘅融合，國內嘅認證有最好咧，就大家都有多啲去聯繫，呢樣最好。我知道其他嗰啲專業學會都做緊，但係就未推得好普遍。係呢度其中一樣。第二樣咧就係要多啲政府幫我哋發展我哋新嗰啲技術啊。而家喺香港甚至乎國內已經有好多，頭先我哋會務長都提過，我哋參觀到好多唔同嘅新型嘅科技嘅公司，佢哋嘅科技係建造業嘅科技係領先香港好多。希望我哋喺政府都可以幫手開多啲呢啲專業嘅培訓，俾我哋呢啲專業人士去學多啲呢啲技能，嚟到擺翻落去建造業嗰個工程上面，令到嗰個效率提升。我諗呢樣都係好緊要。咁最後啊，梗係要希望都多啲聽多啲我哋嘅意見啦，加大多啲培訓啦。就算頭先你所講，令多啲後生嘅冇乜經驗嘅都要入行，投身呢個行業，係呢個最好。係啊，冇錯啊。咁啊，所以咧，即係整體嘅會務發展咧，都離不開咧，就要政府咧多多嘅支持同埋配合㗎。咁啊，希望咧政府咧都可以咧聆聽相關嘅意見，咁啊以至到咧係建造業議會咧，咁啊裡面咧都可以咧係提供相關嘅一啲培訓課程，令到更加多咧一啲白紙或者係年青人咧去入行。好啦，我哋今集工聯熱話咧嚟到呢度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